为一个演员，谁不想急头白脸的抢观众的东西，冲观众扔垃圾，冲观众喷水呢？我又来到了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——斯洛文尼亚国际街头戏剧节。全世界的艺术家全部都来到这里，然后做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里发生了什么呢？就在一个大街上，这里的演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，你只要看到了去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看到大家有的坐着，有的躺在地上。我们正在看一个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在一个学校的楼上演出。还有演着演着，突然有警车路过，然后大家就自然的给警车让道，等警车过去之后，演出再继续。还有的演出发生在卢比安娜的河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她在和一个怪兽一起跳舞。还有的会邀请观众上来帮他们一起制服怪兽。这个就是戏剧节的报纸，然后也是节目单，上面有每个节目的介绍，还有演出的时间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演出 Notison。我们的演出融合了手语、舞蹈、戏剧、现场音乐、偶等等等等元素。欢迎光临。